主后2022年11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大受气。圣经启示录16章第1节到21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后来，我听见有大声对殿里出来，甲迄7个天使讲：恁去，将迄7碗上帝的受气摒落地。头一个天使就去，将伊迄碗摒落地。遐有受的记号，甲拜过受的像的人，就生臭过毒的疮。第二个天使将伊迄碗摒落海，海水就变做亲像死人的血，海里的活物拢死去。第三个天使将伊迄碗摒落江河甲水泉，水就变做血。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讲：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至圣的上帝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审判公正。因为因有流信徒甲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用血互因啉，这是因应受的报应。后来我听见这段有声讲：是啦，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审判真实公义。第四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日头，日头就得到权，用焰火烧人。人互大焰火烧就亵渎有权掌管这个灾厄的上帝名，因犹原无悔改，无归荣光互上帝。第五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迄只兽的座位，兽的王国就变做黑暗，人因为痛苦甲搁因为痛苦甲毒疮亵渎天顶的上帝，因犹原无悔改来改变因的所做。第六个天使将伊迄碗摒落幼发拉底大河，河水就干去，为着对东方来遐君王准备一条路。我阁看见有3个无清气的神，亲像田蛤仔对灵的喙、兽的喙，甲假先知的喙出来。这个是会行奇迹的恶魔的神，因出去召集普天下的君王，伫全能的上帝所定着迄个大日子出来交战。要注意，我会亲像贼来，迄个青衫穿便便的人真有福气，因时到毋免脱目体，才免互人看到伊赤身裸体的见笑。遐个恶魔的神就组织普天下的王伫一个所在，希伯来话叫做哈马吉顿。第7个天使将伊迄碗摒伫空中，就大个声对圣殿的宝座发出讲：完成啦！迄时有圣呐、响声、雷，甲大地动。地上有人类以来，毋捌有遮尔大的地动。迄个大城巴比伦就二做3地，列国的城市嘛倒坏。上帝记得大巴比伦城，互伊啉迄杯底上帝极大受气的酒，所有的海岛拢走无去，山嘛无阁看见。然后对天顶有落大炮来点人，逐个重约50公斤。人为着炮的灾厄就亵渎上帝，因为这个灾厄非常严重。以上，上帝的大受气。对启示录的经文，通看到上帝透过天使的作为，互人类经历因为亵渎带来的灾难。
这也通看作是人类一连串的小行为引发上帝大受气审判。七块碗是延续出来级的10个在的传统，伊所引发的联想，甚至超越旧约的传统。伫本章经文中有2遍讲到，灾难若无法度互人回心转意，有时阵反转互人搁较背弃上帝。人明知上帝掌管这个灾难，却毋悔改。无愿意上赞上帝，反倒转将一切拢怪罪上帝。上帝原意是要透过生命中的痛苦、病痛和危难，互人有机会悔改归向伊。哪会知人竟然三番两次抱怨、亵渎上帝，继续行歹？本章使用真济大自然的现象来说明上帝的审判。海水变血水，河流和水源拢变做血。血伫遮象征死亡和审判。过去人类贪恋践踏各种生物的生命灭绝行径，但也为人类自身带来生存的浩劫。为了取得经济利益，人类不断滥垦，致使原本的滋养生命的水资源，竟然变成做夺走生命的大水洪流。为了贪图方便，人类将各种有害物质排入河川，互受污染的河水像死亡的血水会安尼，无搁再会当运用滋养各种生命。其中上大的症结，在伫人亵渎上帝，启示了所指的是人离开上帝去拜偶像。拜偶像带来是对生命价值的扭曲，互人对物质的欲望贪得无厌，造成人含受造界极大的破坏。近年，伫世界各地的热浪、山林野火，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当年的靠岸问题，严重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。毋仅是水果曝伤，人着沙，也是热过头着病尔。每年阁有数百万计的人口甲牲口死亡。对信仰上来看，人是受造界的管家。大自然的反扑是对人实质的无声抗议。2022年8月，新闻揭露真济台湾人前往柬埔寨工作，防囚禁施虐，甚至杀害的事件。真济人听信白贼话，掠做去迄个有轻松做稻通领权的薪水，阁5天级通大的工作环境。目识卡的人一看就知影这是诈骗，毋过也不断有人受吸引，接引要去。到底是甚物款的意念，互人会轻信这种胡含的骗话呢？互人起错的是，主谋者竟然拢是台湾人，有的受害者甚至也加入犯罪集团。是甚物款的私欲，通甲熟悉的人杀入去危及生命的地步呢？启示录的预言，往往是用象征意义的方式呈现。人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柬埔寨的诈骗事件，敢无拢亲像炎热燃烧的灾难？若是人亵渎上帝，减未经历到所有水源亲像血迄款的审判。默想，伫家己的生活中，若有危害他者生存的作为，着悔改，搁速速离开上帝无欢喜的行为。伫家己的生活中，
若危害他者生存的作为，着悔改，搁速速离开上帝无欢喜的行为。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上帝，恳求你提醒我，时时心存谦卑怜悯，放逐时无贪心，遭难的时无埋怨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